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atherine，溫哥華嘅地產經紀。最近有位 Andy 同我講，當年我哋一家五口嚟到溫哥華，靠自己努力買咗間獨立屋，個心係好滿足喎。但而家得返兩個老人家，成間屋就變咗冷冷清清，又難打理。呢句說話其實代表咗好多移民長輩嘅心聲。時間過去，生活形態都唔同咗，對屋企嘅需求都唔同，唔少人都會開始諗，係咪可以換細間啲、管理容易啲嘅單位呢？輕輕鬆鬆咁過日子。今日就由我 Katherine 同大家分享下點樣由大屋走入樂遊，一齊打造第二個人生嘅理想家居。好多長輩都擔心住 condo 會唔會唔慣啊？其實而家新樓嘅設計都好靚，設施又好齊備，樓下有超級市場、食肆同埋藥房，甚至醫生診所都係行幾步就到。交通方面，SkyTrain 巴士都喺附近，你就算唔開車都冇問題。對老人家嚟講，生活方便咗，安全感係多咗，仔女都放心啲。如果你都想轉換一下你嘅生活模式，住得舒服啲、方便啲，歡迎揾我 Katherine，電話係604-445-4804，等我幫你一步一步實現啦。